在旭海看得见族群相互依存的痕迹，单一族群没有办法定义我们。我们是和谐、多元并共荣的。我们来自旭海牡丹湾。牡丹湾又名旭海，位于屏东县牡丹乡，三面环山，紧邻太平洋。旭海属于恒春阿美系统，也是牡丹乡6村中唯一有阿美族的部落。18世纪末，恒春半岛地区18番社大头目潘文杰之子潘阿别，带领当时筑牢宿舍今满洲乡里德村的族人到牡丹湾开垦，而当时共同牵引的人就是旭海现今的族群组成。在当时，早就已无法以单一族群去定义旭海。旭海部落人文组成包含斯卡罗人、阿美族人、台湾族人、马卡道族人以及闽客族群。阿美族只是其中一个族群，因着文化脉络而形成的多元人文组成。初期身上背负的认同感是困惑的，但如今我们在找回认同感的路上慢慢开花，因为那个年轻、独特而多元的牡丹湾就是我们的家，我们脚下踩的土地，我们要守护的独特。